仔女養得好唔好，幸唔幸福，其實一眼就睇得出㗎啦。你就睇佢身上有冇呢5個特點，越多就代表你養得越好越幸福。呢句話分享俾你。第一就係成日咧諗住食嘢，一放學就追住去問食乜嘢，每日咧都喺度問中午食乜、夜晚食乜、聽日食乜。呢種小朋友咧心態積極陽光，對生活有期待，屋企家庭嘅氛圍咧一定唔會差。第二個就係個把口成日哼住一啲歌，行又哼，坐又哼，有時咧自己去亂作一啲曲、亂作一啲詞。咁啊，只有精神狀態極度自由、徹底放鬆嘅細路仔，佢先至會有呢種不自覺嘅快樂。第三就係瞓覺嗰陣四腳朝天。嗱，你冇嫌佢肉酸喎，睡姿越係不拘小節，就證明細路仔嘅內心安全感十足。屋企和諧，佢先至咁嘆。第四就係得閒嗰陣咧，就攞一啲小玩意俾你，例如學校買嘅炸雞咧，自己整嘅小卡片啦，佢帶翻嚟咧送俾你，證明佢內心聰明，佢自己感受到滿滿嘅幸福，所以就忍唔住要同你分享。第五就係佢把口咧吟沉沉講嘢唔停，一入門口咧就話阿媽我好想你啊，轉頭又同老豆講學校裏邊發生嘅各種小事，你唔好嫌佢煩喎，因為佢主動同你分享咧，呢種係對你毫無保留嘅信任啊！唔知你屋企嘅小朋友佔咗邊幾樣呢？